再来看，虽然新北市的核四厂已经封存，其实中胖、丁胖的公投嘛无通过哦。有环保团体甲在地民众是指出讲，当初为核四厂起的码头，造成附近的海沙堡缩小，有一些活动拢受到影响哦。所以民众是发起联署，要求讲先把这码头拆掉。本来是上面是非常漂亮的黄金沙滩。 这样子的结果是反而把那个底层的污泥给带上来了。住伫咧盐寮鱼市场附近的在地民众，想起以前海沙堡下美的风景，甲即马拢无共，是感觉真唔甘。环保团体指出，这是因为鱼市场区的码头影响海流，才提出这款的效果。夏天吹东南风，把沙从福隆那边往澳底的方向带，然后冬天东北季风的时候，再把 沙带回原来的福隆，所以可以海洋音乐季的时候就有美丽的沙滩。这个重建码头新建之后，产生了凸堤效应，把那个沙往北部带的北边的海岸带的时候就带，因为有海堤挡住，就带不回来了。 环保团体指出，鱼市场区的码头会影响沿花4公里长的海沙堡，连当地知名的活动沙雕艺术节、海洋音乐节都有可能受影响。今年6月5号的时候，那个新北市政府说，那个海洋音乐季不办了，因为腹地变小等因素，沙滩流失了，当然腹地变小啊。行政院也在同年的4月11日发函表示， 核市场的重建码头与盐寮福隆沙滩流失具有因果关系。环保团体现主席也伫公用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发起联署，要求拆除鱼市场区的码头，伊也要求行政院、经济部、台电这个单位要重视这个问题。记者龚庭水台北报道。